都係全贈送啊，有天有地有花園啊啦！人生應該有一套屬於自己嘅別墅啊，呢啲咪享受咯。咁我先從入門介紹得，呢個花園都係贈送啊！哇，啱唔啱你個標啊？呢度係市中心啊，唔係啲山卡拉地方啊。出門有我哋嘅輕軌站，直接翻香港啊，個零鐘頭翻到我哋嘅香港市中心啦。嗱，呢個啱唔啱你嘅大廳70平方啊？仲有一樣嘢就係出門有我哋大潤發啦，有超市啦，有醫院啦，衣食住行都喺家門前啦。嗱，仲有一樣嘢就係出門有5分鐘有我哋嘅輕軌站，直接翻我哋香港嘅西九龍，每日有6班車，咁靚咁筍。我哋再睇下我哋嘅地下室先。呢個負一樓真係得啊！平時叫啲朋友翻嚟開下 party 啊，飲下酒啊，嗱，做下 gym 啊，健身啊，哇！仲有一樣嘢喎，仲可以飲完酒啊，同啲朋友可以喺呢度。可以玩下德州撲克啦，亦都播煙，亦都可以玩下百家樂啦，真係澳門美又正啦，只又裝到成嗱，呢度都可以感受下噶，開唔開心啊？嗱，再睇睇2樓啊，呢個主人房真係掂過碌蔗啦，食50幾個方啊啦，睇下嗱，呢個陽台啦，嗱，衣帽間，哇，仲有一樣嘢個洗手間有埋浴缸啊，呢啲真係人生嘅享受嚟噶啦，再睇睇啲房間啦，再講多次，總價150萬啦。20萬首期，月供4500蚊你就可以攞低啦。3層嘅別墅啊，有天有地有花園啊。呢間房做咗個投影室啦，你可以整喺卡拉 OK 房，完全贈送噶，任你發揮。有興趣嘅評論區留言，我 send 資料俾你參考啊。